圣经创世纪记载，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命的气息吹入，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但人类的贪婪导致罪恶进入世界，使我们与上帝隔绝。然而，上帝怜悯我们，道成肉身，降生在马槽。创造天地的主如此伟大，却甘愿卑微。童贞女生子，让恩典临地，平安到。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为人们带来永活的盼望。